像一團厚重的烏雲，徐徐地向着你的頭頂移過來。惡魔只要一夜功夫，略施魔法，就能以玻璃似的透明大罩蓋在我身上，把我圈住，叫我動彈不得。有時候，我祈求上天讓我就此突然死去，這只是我的痴想。惡魔可不會放過我。好似話啱咁啊，將啲問題收埋佢，擺埋一邊先啦。收埋佢啦，唔諗佢啦。咁即係你有陣時你越擺越多，越擺越多，自己唔知道。咁以為自己可以容納得到，可以搞得掂，但係咧罌係會滿嘅，滿係會爆煲咯。變故係我先生忽然間死咗，所有責任喺晒自己身上邊啦，即係可能就係因為壓力一齊湧晒埋嚟，真係撐唔到咯。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屋企係沒有明天嘅，今日過咗今日就算數。即係個情緒不受控啊，係好急好火爆，癲起上嚟粗口爛舌乜都講得出嘅。曾經試過仔想喐手打我，大仔細仔都試過啦，會好激氣咯。要好似個溫度計嗰個溫度上升咁，咁樣嘅，即係自己個身體有感覺嘅嗰條氣，係直頭咁樣上去咯。海怡嘅丈夫5年前突然過世，剩低佢一個人獨力照顧2個仔，內心嘅抑鬱令佢情緒失控，應付唔到日常嘅生活。嗰陣時身體係好多病痛咯，唔係呢樣痛嗰樣痛咯，乜嘢都冇動力，家頭細務都做唔到嘅，個人好似癲婆咁，因為成日鬧人，因為就喊。咁嗰陣時好多時走出去望住個海，搏命喺度嗌咯，又望就同個天講我話仲要受幾耐啊？咁係癲嘅，好癲嘅，係啊！只不過要做雙面人咯，雙面人係見到其他嘅人咧，又會好似冇乜嘢咁，若無其事，咁就即係將自己情緒全部都收埋晒啊！醫生曾經轉介海怡喺精神科，但係佢一直迴避。後來遇到一班有同樣遭遇嘅朋友，佢先至願意面對自己嘅抑鬱問題。喺食嘢嗰段時間係攞功課出嚟做，咁一路食嘢一路做功課，一路有偈傾。咁嗰個關係好咗，食唔食好 OK 大家都有相類似嘅經歷嘅，交往得嚟係真咯，即係可以安心啊，有人支援你咯。即係喺社區裏邊咧，見到好多咧，無論即係有啲少年人讀書有壓力啦，甚至乎有啲出嚟做嘢有壓力啦，即係見到嘅。11月中咧開始同你調嗰隻藥。強迫症嗰隻藥冇錯啦因為我嗰啲強迫主要係嗰啲思想方面。思想方面。我有時都有。嗱，譬如我哋講經常焦慮症、驚恐症、強迫症、抑鬱症、壓力創傷後群症、一啲恐懼症，各樣嘅恐懼啊，單純恐懼啊、社交恐懼等等，呢啲全部都納入情緒病嘅裏邊。嗱，我哋有時都會有個誤會咧，就係抑鬱症咧就係唔開心，焦慮症咧就緊張，其實唔係咁簡單嘅。唔同嘅情緒、唔同嘅病徵集合而成嘅。嗱，譬如講我哋見好多就係焦慮同抑鬱一同出現啦，或者咧強迫症嘅病患者咧，佢去到最後覺得冇無助啊，佢哋亦都出現好多抑鬱嘅意念啦。譬如嗰個人抑鬱，佢諗好多唔開心嘅嘢，甚至想自殺。咁家人咧就
好多時都係一句嘅啫。你唔好諗咁多咪得咯，好多都係咁樣嘅。你唔好諗咁多咪得咯啊！咁好多病人又同我講，我夠想唔諗啦，我唔得啊嘛。見好多情緒病患者咧係一發覺自己有病嘅時候咧，自己落咗個標籤，即係將自己標籤到係好冇價值、好差咁樣。因為我想講嘅就係第一樣要打破嘅係呢個自我標籤。你打破咗個自我標籤而去求診咧，其實行出咗即係醫好嘅第一步。以前就係好驚咯，覺得喺精神科俾人話黐線嘅，有精神病嘅。咁但係今時今日咧，睇咗醫生之後咧，呢個情緒病甚至乎係抑鬱症咧，我覺得今日睇唔覺得係啲乜嘢咯。我有情緒，自己家人有情緒，係好似一個波咁，係推嚟推去，好似一個撞擊球咁樣撞嚟撞去。如果你唔去處理咧，好似滾雪球咁，越滾越大咯，黐住你咯。我都算係好彩咯，可以行咗出嚟咯。而係有一啲人，佢都仲未知道佢自己係喺個局裏邊啊，都喺度氹氹轉，都未人走到出嚟。